今日世界講求聯繫，緊密嘅聯繫能夠打破地域界限，並且帶來無限商機。香港國際機場喺全球建立廣泛嘅聯繫，超過60間航空公司嘅航班連接全球130個目的地，直達內地40個城市。每日嘅航機多達500班，機場每年嘅旅客超過3300萬人次，貨運量超過200萬公噸。45000名機場員工每日辛勤工作，確保機場運作日夜不停，安全順暢。香港國際機場嘅多元化服務，令人與人嘅聯繫更加密切。香港機場購物中心、過境巴士，甚至無線上網服務，都係意念新穎，而且配合顧客唔同嘅需要。對於與日俱增嘅過境旅客嚟講，聯繫亦講求舒適同效率。隨住航空網絡逐漸擴展，香港作為旅遊中心嘅地位將會更加鞏固。整個機場不斷迅速發展，成為一個多元化嘅服務中心。未來嘅機場城極具創意，有助機場開拓商機，提高競爭力，同奠定首選門戶嘅地位。香港嘅國際航空貨運中心地位會更加鞏固，而中國南大門嘅優勢亦可以全面發揮。新增嘅貨運設施促進貨運增長，新建嘅物流中心位置優越，而且經過悉心策劃，確保我哋喺物流管理行業保持領先地位。未來嘅海運貨站更會提供便捷嘅運輸服務，連接香港與華南其他地區。香港國際機場匯聚創意，促進人類嘅聯繫同交流。未來嘅設施將會配合時代嘅需要，同時確保機場運作安全、保安嚴密，而且符合顧客同環保嘅要求。喺講求聯繫無間嘅年代，我哋會加強香港嘅優勢，使香港唔單止係亞洲嘅航空同商業樞紐，而且係往來中國嘅首選門戶。我哋亦會推動香港嘅經濟發展，繼續喺世界建立無遠弗屆嘅聯繫。香港國際機場。